弟兄姐妹安。感谢主，让我们在礼拜天的早晨，我们又可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全人、全心、全意，我们来赞美这一位神哦！来，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我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耶！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头再来，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阿门。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哈利路亚，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赞美主，耶！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耶！感谢主，我们要赞美主的太多了。什么地方呢？我们一开始就来看今天诗篇85篇，这里有68篇，有很多的地方是我们可以来赞美。一开始神就是兴起我们的，所以我们等一下来注意来读这些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用这样的话语来唤醒我们，想起神是什么样的神哦，好吗？我们一起来请。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阿们。神的名是耶和华，哈利路亚，就是来啊来啊，我们来赞美这位神。他的名是什么？刚刚说有兴起我们的，他有与我们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他还是这一位在旷野当中为我们修平大路，让我们预备一切够用恩典的主。那我们哪有不来赞美我们的神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唯有义人必然欢喜。亲爱的大家，我们是义人吗？阿妹吗？好小声就知道我们不是那么确定，是吗？我们因信称为义，就是被神算为无罪，但摸摸良心，其实昨天、前天，甚至今天早上，我们才得罪神，不是吗？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不是那么确信，但神说是你因信就成为义人，但你能不能因信而成圣，每天过得胜的生活呢？那么神给我们机会，我们除了感恩，我们要来认罪。神是信实，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神要给我们重新的机会。今天早上就是一个崭新的机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赞美，还有认我们的罪。1、2、3，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主啊，再一次来唤醒我们。主啊，我们是罪人，只是我们是那蒙恩的罪人。因为主啊，你用你的爱
主啊，你用十字架上的宝血，主啊，你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能够重新再来，主啊，让我们领受在这世上虽然有苦难，主啊，在这世上虽然有许多主啊让我们跌倒的地方，主啊，我们自己的软弱，主，我们得罪你，主，求神你赦免，求神你亲自来带领，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因信得救，我们要因信成圣，主，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就是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你知道我们会软弱、自私、自利，更严重是我们自以为是。主，谢谢你用你的慈神爱说来引领我们走对的路，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使人知道你是主，因为你有赦罪之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是神应许我们，因为他关心你跟我，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主，所以你的痛苦、你的伤痛、你的病痛、你的不堪、你的需要被拯救的地方，不管哪一方面，其实他都关心。再怎么微小，再怎么黑暗，再怎么绝望，在神总是有办法。所以好不好，我们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应许话语，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一起请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那时遇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奈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阿们。神从旧约，从在各时代，在我们还没出生之前就应允我们这句话。今天这句话是神赐福于我们的，我们要记住。今天纵使英言牧师所传讲的道理，我们可能出去就忘记，但这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请。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要担你的担子。如果你有需要，请你可以起立，我们的同工可以到你的面前为你来祷告，或者是我想我坐在位置上，用手扶着我需要被神恢复的地方也可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请你起立，我们的同工要到你的面前为你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说：主啊，我要谢谢你，主，你这么爱我，主啊，你这么了解我，主啊，你就是这一位爱那孤儿寡妇，主啊，你就是这一位爱那孤单的人，主啊，你就是这一位爱那软弱无助，主啊，我们实在需要被你拯救。主，我们需要你，主啊，你应许我们，主，你是供应我们的主，主啊，你是带领我们的主，主啊，你是帮助我们的主，主啊，你是保护我们的主，主啊，你是那在敌人为我们摆设宴席，使我们能够福杯满溢的主，主啊，你说你就是我们的牧者，主，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孤单，主啊，你的同在使我们的心可以自在，我们惧怕就不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为今天主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请。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降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阿们。我们发现我们今天读的诗篇68篇，分别我们3次都读到，而都有说到最后是什么？神是应当称颂的。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礼拜天主日是神所设立的，我们更应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称颂我们的主。我们要来关心我们的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恳求神来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灵命可以来更新，也为新竹宗会宣教事工的经费跟同工，求神来供应跟带领保守。也为主日这个有礼拜影音的设备、志工队干部的训练、Passion 的筹备以及和会手册定稿，我们可以顺利来祷告。我们也为第7区14组我们林南牧师娘跟方会小组长，求神来帮助这些因为里面有这个组有许多的长者他们的这个身心灵在冬天当中主他们能够这个有保暖也让他们真的是身心灵都能够得着健康。主原在灵命以及每个人我们固定可以有灵修的生活最近都在打第3剂，也求神来保守在这个所谓的副作用可以降为最低能够有好的睡眠我们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为我们刚才所提的今天的主日以及我们教会的各样的事工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主日的早晨，主我们再次回到你的家中，主再次回到你的圣殿中，主你说圣殿就是从各方各族的人都要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就是一起要来称颂主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主你既来拯救我们，主你也呼召我们在你的圣殿，主在你的教会，主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主让我们彼此成为一家人，互为肢体。主你就是我们的头，主我们能够彼此担待，主我们不是只有顾我们自己的事情，主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彼此相爱，主这是你的命令，主我们爱神爱人，求神你亲自来带领。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要一起要用主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要一起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那我们现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又在一起，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让我们唱快一点，用更喜乐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拍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
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再次我们又在一起，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让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让我们再次举起手来，美好事，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美好事，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赞美主，来赞美主。还让我们用掌声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请坐。现在神就是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一起来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焦点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唯有你洗我心灵。敬拜你，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让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到主的跟前，让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唱。就是我们要到你的跟前来敬拜你。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焦点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的冠冕，破碎的梦，荣耀冠冕，都摆在你的宝座全前，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我要你能洗净我的心灵，洗我心灵。就是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你。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就是要来敬拜你。我要
要敬拜，称谢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我道路们要到天父那里去，哈利路亚。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再次更多，耶稣我们来敬拜你。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今天神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主耶稣，我们要发出那敬拜的声音，从那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主耶稣，从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耶稣，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哈利路亚！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你，感谢你，祷告奉圣名祈求，阿们。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这个事都已经过去，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天神就是我们要发出那敬拜赞美的声音，这就是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再用这首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眼界新的印象，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盼望，新的故事，新让我们一起向我们的神呼喊，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全地啊，的荣大声的呼喊，大声呼喊那荣耀的救主，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全地啊都要呼喊，天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荣耀的降主，下来，我愿你
让我们更多来呼喊耶稣，愿你让我们一起来呼喊我们的主，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愿你来，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全地都要呼喊，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尽高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再一次来向主来呼喊说，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神灵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主，我们要来呼喊那使我们脱离死亡、拯救我们离开我们的劳苦重担的主。主，我们要呼喊你与我们同在，这些劳苦重担就会脱落。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你是那真理、生命是永恒的道路。主，你所赐的圣灵也帮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着自由。在新的一年，我们未曾走过的道路，我们需要有您的引导，需要有您的帮助，需要你在我们的前头引领带领我们进入到你所要给我们的应许。主，在新的一年，可能我们有新的意向、新的规划、新的我们的方向，但是若没有你的引导，我们会随自己的心意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愿主圣灵来带领我们走在你所预备的恩典道路。谢谢主，当我们垂听你的话语，当我们遵行你的话语，当我们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时候，主，你必定要应许，你必定要赏识，你必定要与我们同在。主，这是你的话语向我们来保证。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今天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叫真理时时刻刻来帮助我们，不偏左不偏右。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见面的哦？一同来。
我们还是再一次来欢迎我们的明宏还有淑静夫妇在我们当中我们请你们起来，我们来拍手来祝福他们，来欢迎他们。要拍手就要拍大声一点这样人家才会感受到那种热情好，请坐请坐。还有没有其他的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都比较害羞一点有稍微有回应好，我们如果没有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今天是新竹中会的宣教主日请兄姐来关心代祷奉献，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就是宣教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也知道最近疫情有一些的升温那我们依然保护我们自己，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虽然有一些不方便但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有一些活动一些的聚会的内容在第7页，请我们自己来看。那我们要预计在制作和会手册那预计在2月6号发放。那适逢过年期间，需要提前来制作这个和会手册，请我们各部的部长这个主责的牧养的区域的负责人，还有我们相关的单位请我们在今天3点以前到干事那边，行政干事那边来确认手册相关的资料，并签名来定稿。我们也欢迎李建慧弟兄，他从台中中会竹山教会帮他的成人会籍转到本会今天第一场没有看到好，我们恭喜他成为我们迦南教会的一员。我们2月13号早上9点半只有一场会召开2022年定期会员和会及长老执事的补选。长老执事的候选资格名单与会员的名册已经公布在公布栏如果有异议的，可以在1月30号前向小会书记陈敏哲长老提出小会来补正。当日如果无法参加这陪参会员我们在2月11号前以书面向小组长还有小会书记来提出请假。我们也透过每一天的迦南之声如果你没有加入这个我的教会 APP 或者是在群组那我的教会 APP 里面比较完整，就是你可以接收到我们的一些的相关的讯息、电子周报，还有影音这样的连结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那每一周我们会透过主日讲道来配合，所以你看我们每一天的读经配合我们牧者的团队的讲道。还有就是小组你可以按照如果有买书的人这个不是强制那但是可以透过这样，如果有买书，我们会照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来引导我们来读圣经。那每个月会请庄信德牧师在线上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也有在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有英语圣经的共读，这个也可以让一些慕道友可以连结那台语的圣经共读也是一样，线上的共读也是每周5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可以连结这个 Google Meet 可以邀请这些慕道的朋友一起来读圣经，我们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好，那我们年度申报综合所得税所抵扣的这一些的证明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的线上的连结到国税局。那因为前置作业需要在2月底之前将奉献资料上传国税局请弟兄姐妹那你可以在2月13号前将这些资料签名缴回，那以后你如果有这样的连线，你可以不用拿纸本的这一个奉献的证明，你在报税的时候直接就
在国税局那边就有资料可以连线，可以做一些的报税的动作了哈。那我们就是慢慢将这样的一个资讯化，因为有时候你拿了那一张完之后掉了，又要重新申请哈。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跟国税局连线。好，那教会自证兄节春联每户一份哦，那有不同的你就拿到了，那神就给你有这样的祝福了，不用去选了哈。那简易商会到1楼向主任干事张玉主任来领取。好，那我们的青年在这次疫情的影响当中会这个奈米英雄这个 Passion Online 就是从实体转到线上转到云端这样那里面有帮助我们，特别是最近有一些的议题，还有我们这些年轻人喜欢玩手机，到底他们在玩什么做家长可能也会担心不知道玩什么那连接到不好的就会影响到他，连接到好的就会影响到他好的不好的影响那青年有透过这样的一个培训 online， 那帮助他们透过每一天晚上的这个青年之夜可以帮助他们重新燃起对神的热情，还有呢就是有提升他们的专注力、他们思辨力等等这一些也透过不同样的这样的专题来帮助他们，还有就是会透过这些的讲员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看到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不是正确那透过线上的活动突破学习，然后引发他们的热情这个是报名到1月23号1月23号请我们家中如果有年轻人，可以鼓励他们参加，我们只收代办费的300元详情可以看楼下的公布栏 QR code 扫完之后可以有详细的资料。那我们也有举办这个冲突管理术，这个希望是透过会友你去带领这个慕道友1+1，然后来参加，我们目标是30组30队这样的你可以带领你的朋友那我们楼下有这样的一个摊位你可以详细去那边了解，可以扫描 QR code， 这边有一些的课程，我们请巴正老师来帮助我们。他上次在我们的线上的讲座都是爆满的超过100多人这样那我们一起来帮助我们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是不是能够很顺利能够来学习这个来播放一下资讯化我们也需要做一些的调整学习来培养一些年轻人现在插播一则新闻快报。隔壁的阿满姨又把他儿子骂到离家出走了，还有昨夜巷口的阿追塞跟他太太又经历了这个月第6次的争吵，摔坏的是新买的锅子。根据记者这1年以来的追踪报道，发现因为疫情而增加的冲突增加了20%。针对此问题，社区专家即将开放冲突管理课程。欢迎民众踊跃报名，我们一起来杜绝无效的冲突，侵害你我的生活。讲对话就会和好就会有好的关系讲错话就谢谢不再联络所以我们透过这一些的学习来帮助我们跟人的相处我们也在第6组的蔡庆勇弟兄于1月7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年88岁。我们预定在1月24号礼拜一在桃园宾馆举行入殓火化，那1点会回到教会来举行告别礼拜，下午4点会在金山的平安园举行安放礼拜。那1月23号下午3点半会在本会7楼举行家庭的安慰礼拜愿主来安慰遗族，我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来安慰这一些遗族。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诗篇68篇19节，再一次，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诗篇68篇19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如果明白奉献意义，你要知道如何得着这样的应许的管道跟秘诀。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征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再一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平安聚集在教会做礼拜，感谢你让我们在这边里面可以更增长，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让我们真的生活又感到更紧张，求全能的主看顾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度过，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身心灵都健壮。也感谢主，让我们的生活所需供应都不缺乏。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奉献时间、金钱、才能，愿主来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我们一起来领受主新的恩典。我们一起来领受主新的恩典，请坐。我们一起来领受神新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今年度开始来读约书亚记。今天周日我们要读到第5章1到15节。约书亚记5章1到15节。如果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听了迦南之声，大概会有一点时间错乱，就像我们早上起来，哎呦，来不及了，已经7点多了。你会发现，今天是礼拜天。我们读约书亚好像从1月这个一直在读，每天都读，每个礼拜都读，好像有一点时间错字了哈。是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哈，我们随时都要有时间感。那么我们今天约书亚的第5章的时间感是来到了约书亚记其中所谓的序。第5章就是第1章到第5章一本书里面的序，大概就来讲约书亚讲。这一章这一卷书要来讲的是什么呢？它也会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崭新的开始就是他们要迎取应许之地，那么做的准备。好，那我们就一起来领受哦。好，我们来听神也读出，大声来读出神的话。来，请。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
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识。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战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地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上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今天第5章，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今天早上听迦南之声还没有过约旦河，而再过几天迦南之声才会过约旦河，经历这神迹奇事。而我们今天每一次的主日的信息是预告片，预告即将要发生的那征战跟美好的事跟迎娶。从今天的第5章，我们简单的摘要来讲，就是他们已经经历那个让敌人吓破胆的事情，就是他们竟然再次来经历神迹奇事。他们的祖先40年前在红海经历过，已经让大家很惊讶，大家口耳相传。上个礼拜有牧师说，那已经说到那喇合，听说而已，道听说，可能听说没看过。有一群人是摩西带领的，这以色列人民过红海，他们已经觉得怕，心都融化了。而今天，在他们40年之后，这一辈的人，他们更是经历了什么？过了约旦河。所以今天的经文已经预告哦，所以我们时间点要跳到今天我们周日，每一次周日讲的都是会先预告，预告片一样，讲的是什么呢？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他们吓破胆，敌人就在他面前，因为过了河就是迦南地。而一过河做什么事呢？3件事，15节里面这样讲。第一个，敌人面前第一个先行割礼，因为40年这些男丁都没有行割礼，现在进入迦南，这是神的应许。第二件事情做什么？过逾越节。
这是他们纪念神、感恩神怎么拯救他们。第3件事是什么？他们原来有从天上来的玛纳，怎样已经停了。自从他们吃了当地迦南的出产的东西以后就停了。所以这15节里面讲的这3件事，就是敌人当前竟然做这3件事。所以不管谁，约书亚或民众，他们的群众一定心里很害怕。可是神自己亲自出现在约书亚他所拣选的领袖的前面，说什么？我就是你们的领袖，我不帮你，也不帮你的敌人，因为我就是你们的领袖。你们只要听我的话。你们有信心吗？你们愿意遵循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2021到2022当中，主啊，我们知道发生很多事，但是主，这些事你都知道，你早就预告我们。透过你的圣经经文，你说天下没有新鲜事。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是第一次，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是崭新，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的早晨。主，我们有新的盼望，新的意向，我们有新的力量。当然，我们也会有新的挫折跟新的失败。但主，你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中的元帅，我们就是听你就对，不是你来听我们。求神你启示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听了照这样去行，成为我们一生中的引导跟帮助。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崭新的开始，我想我们的国防我们的部长也是这样讲哦。国防部长说：“这个以后呢，这个后备军人请注意啊，新制的教召呢，已经要搭帐篷了，野炊14天了。或许常常露营的人，你会说小 case， 这有什么？这个也不过是去玩几天了，玩14天而已吗？但是当他们看到这几个字，马上就倒了，不准订便当。是啊。”这是新的开始，因为要打战了，要战争了，可能啦，可能哈，所以我们要做万全的预备。那么今天的经文，约书亚更是哦，敌人就在面前呢，没有过河还没事，今天已经过了河，经历了这个神迹奇事，过了河，敌人就在门口，竟然他们也要来磨刀，不是磨刀霍霍要杀敌人，而是磨刀霍霍要来伤自己勇士的勇力3天。为什么？因为神一个命令，要磨火石刀行割礼。哎呀，我们想，如果我们今天是民众或者是约书亚，我们心里会不会想：哎呀，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到底行不行啊？他所拣选的这个约书亚，他看有没有派去呀？在河那边不行割礼，现在来了，敌人就在门口，竟然还叫我们躺在那边3天，而不是像人家说的怎样攻防遭追转，竟然叫我们躺平3天。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能理解上主你的想法，怎么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是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顺服，是吗？这时候我们才需要信心，是吗？我们需要信心，当然我们要认识跟我们立约的这一位上帝，他是不是可靠？这是很重要，对吗？我们交托我们的事情跟我们立约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上帝，以至于决定我们要信服，我们要顺服几成，是吗？对，这就是人啊。我们人就是这么样子的，不可靠。所以我们能靠人吗？没办法，因为我们人呢，总是想过去的经验是怎么样，现在应该也是这样。所以这一群约书亚所带领的，在旷野已经40年的，虽然前辈都死了，只剩他们2个，迦勒跟约书亚。可是我们以前是怎么样过的？我们现在大概透不出我们的经验，是吗？然后变不出什么好把戏的啦。对呀，我们不是遵照摩西说的吗？主啊，我们要你带领我们。是这位主带领了。这现代人很有趣，这一位主从出埃及到这个迦南地，现代人竟然用 Google 去查了。请问要多久时间？走得很快，听说只要6天。
但他们走几年？40年。如果好了，给你不要走那么急啦，不要那么赶啦。好了，给你走18天啦。听说跟40年差几倍？算一下，听说是811倍。所以这位神我们很难以理解，但是主啊，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主啊，我们会发怨言，因为明明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走到，明明我们在埃及有东西可以吃，吃香喝辣，但我们何以来到这里？神听见了，于是就给他们玛纳跟鹌鹑，给他们从天上降了，从地上早上起来就有的。是，所以40年当中，这一群的百姓心中就只有一个：主啊，我要你供应我。主啊，你是我供应的主，是吗？主啊，你是供应的主，所以我只要祷告说：主啊，你就是来帮助我。主啊，你就是我的一切。我们这样祷告就好，因为主就是这样应许我们的。亲爱大家，这些话我们在祷告中是不是常常也这样跟神说：主啊，你供应我。主啊，我只要宣告你的名。主啊，你的名我一宣告，主啊，你就给我丰盛满出来，福杯满溢。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还在旷野吗？主啊，我要你帮助我，我就是要。所以我们可能我们的祷告中是：主啊，你要帮助我，我明天要跟谁 PK？ 好，你要站在我这边。我们很清楚的，林肯当初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他的将领来问他说：我们明天有一个重要的战役，你来为我们祷告，祷告这一位神，你所信靠的神来帮助我们的军队。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英言牧师也常常这样祷告。我们的信仰还在，我们以前是怎么？不，这位神是我们要跟随，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是我们要跟随的，不是主你要来跟随，你要帮助我，不是帮助我的敌人的。我们经历了这一次约书亚，我们再一次来学习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走过这样子约旦河，经历了他是可以做得到神迹奇事的主，你信得过的，所以他说的你都要做。我们有这样信心吗？我们的信心从哪里表现？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的行动来表现出我们这个人有多少的信心。口说真的都不准，神也看我们怎么决定。从摩西怎么带领过红海，到约书亚怎么带领这些民众过约旦河，这一位神是要帮助你的，但是这一位神是要你也长大成熟的。他会在你的敌人面前行神迹奇事，使他们吓破胆。但是现在这个时刻，神跟约书亚说，就是这个时刻，敌人在你门口都没问题，你就是再次跟我立约，对吗？这群人都没有行过割礼，行割礼不是神所命令的吗？怎么40年在旷野都没有？所以要再立契约。你会说啊，这个约不是本来就已经有效了吗？为什么还要再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接过那个大哥大的通知啊？我自己就有接过哈。我1个月那时候好几年前，1000多少哇，好优惠哦！所以我就跟他约定了1年的约，然后他一直通知我，请你来改约，请你来改约等等，我都没有管他。我想说啊，1000多块就已经很便宜了。现在听起来1000多块很怎样？很贵，可是我不知道。经过了2、3年，我才知道有一年母亲节，有牧师跟我讲，有499是吧？还490的，啊，真的吗？为什么我都是收1000多块？我赶快跑去电信局，我说，那你怎么都一直给我收1000多？现在不是电视那个新闻都说490还是499？他说小姐499，那个小姐说啊，你没有来跟我换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要不要跟神有新的约？要，我们跟神要有新的约，因为我们也长大了，我们也这个信仰，我们这信仰，我们有牧师常讲，我们不能遗传，但是我们却要怎样传承？我们怎么传承下去？是透过我们去遵行神。上帝要我们去遵行的，其实都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所以约书亚记说，我们要迎取这个应许之地，应许到应验，
有多久？你所应许的到你应验发生要多久时间？遵行命令就这样，是吗？我遵行神的命令，我要遵行是跟我的信心是有关系的。我愿意遵行，我马上就能应验。所以约书亚一直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请问勇什么敢？在敌人面前，现在行割礼躺在那里，勇什么敢？当然是我有勇气，有勇敢，顺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我一顺服神的命令，我去行的时候，我就马上应验了。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一起来做。所以现在我们再不一样了。怎样不一样？不是我要，而约书亚记在这里其实就是一直在讲耶和华的拯救。从第1章到第5章，我是刚刚有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序。什么的序？耶和华拯救的，在这个整个书卷里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它就是一个福音，一个拯救的福音。我们陆陆续续都在讲。那么我们不要只有听就可惜了，没有去做，你就像是什么喝起来乞假，就是你像一个很富有的人，但你却像乞丐一样，每天过着苦哈哈，因为你没有跟神再次来立约。今天是崭新的一天，也是这个世代你自己生命的决定，你愿意跟神再立约吗？因为神已经应许，就像神应许耶稣亚以色列人一样，他早在创世纪就说，迦南地要给他们是永远为业的，我也要成为你们永远的神。我们跟神在立约，就是再次说，我不要变成那个奴隶，我不要变成是这个罪恶黑暗的奴隶，而是我要成为跟神一样是圣洁。当然我们不可能自己救自己自洁，但是神会帮助我们除去这些不洁，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活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会说啊，割礼跟我今嘛什么关系啊？割礼是早就以前古早的事。牧师，你不是说现在不一样吗？是现在不一样。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就是行了心里的割礼，我们再次跟神立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我们年轻人，可能我们还有长辈，我在教会就好，我做善事就好，不一样。你需要行割礼，心里的割礼，这是一个记号。你受洗的时候，你会发现，过来他们要过逾越节，也就是你受洗之后，你有个印记是你看不见的，但是属灵在那些灵界，我们看不见的世界，他是看得见你是不是有一个十字架的印记。如果有，那些不好的事会跳过你，因为你是属上帝的。我们有太多这样的经验啦。属神的儿女在那些算命师的面前，他们是算不出来的，甚至他们没有办法，就会说你去拜耶稣啦，你都没学问的，你早就是耶稣的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洗礼，我们过逾越节，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在神的面前看神的话语。神因为我们相信他，使我们可以得救，那么我们要对神顺服，要感恩。透过每一天，我们感谢神，神的话，迦南之声，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共同来 RPG 来祷告纪念，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过逾越节，都可以纪念神怎么拯救我们。即便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的能力要来庇应我们，要来保护保守我们。就像这些历史一样，逾越节的次一日，你会说我得救有什么好处？好处多着呢，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还没感受到那看不见的，哇，是丰丰富富。如果你只看眼前，像约书亚那时代，我们过了逾越节，吃当地的产品的出产的东西以后，结果我原来从天上掉下来，不用工作，有的玛纳跟鹌鹑就马上没了。那我有什么那个？我一信主以后，我就没有长子的身份，我就不能继承我那个州处的那个资格。我有什么好处？我
我一信主之后，我们公司的拜拜我就没有份，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拜拜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决定。你看重的是那看不见的满满源源不断的赐福，还是你看见的是那桌上的？还是你看见的是你的父母他们以为他们不知道的？其实神是要给我们那当地像迦南美地流奶与蜜，这里的蜜其实是蜜枣，因为它吃起来像枣子一样那么甜。神是要赐福于我们，知道我们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我们是不是超前预备呢？如果我们超前的预备而不准，明明神是要给你这边的，可是你超前预备是这边，那么我只能说你需要有备案，因为你离神给你的东西正好背道而驰。方向永远比速度更重要。我们预备了吗？神每天在迦南之声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跟他的话。音乐牧师真的要邀请大家，我们要透过神的话，我们可以因信而得胜，不只是主是我们的救主而已，我们可以因着神而可以有过得胜的生活。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绝对不是主啊我都不要努力，主啊20号开始我要这个学测，我要大学，主啊你为我预备的那个大学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都不用努力。不是，而是我要祷告神，神啊你是我的元帅，我要按照你所给我的指示，我要好好的来读书跟努力。你给我勇气，我要遵行你的话语，给我力气坚强，让我能够不受手机的诱惑，不受同学的讽刺，不受同事的这一些影响，家人的影响。我单主啊跟随你，因为你是我的元帅，使我天天可以得胜。约书亚就是这样，他一听见一看到这个原来是耶和华的使者啊。其实有更多学者说，其实这就是耶和华，就是上主亲自临在。约书亚一听见就俯伏在地耶。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听见神的命令，我们还是这样子吗？管他的，神反正你要赐福于我啊，你要负责啊，我就交托给你啊。不是，他俯伏，而且把脚脱下来。把脚脱下来，就是我倚靠的鞋子，我倚靠过去的经验，我倚靠过去我所倚靠的，没有，我放下来。然后我说：主啊，按照你的旨意来行。我们按照主的旨意，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我们需要有勇气，需要坚强。可是我们在行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声音。神真的原谅我了吗？我真的可以吗？神真的爱我吗？他们那些人为什么这样对我？那些没有信主的，主啊，你都不公义，主你都不站在我这边，主你不带领我，我真的能够度过难关吗？没有人知道我遭遇的事情，我有够孤单啊，只剩我一个人啊。我真的可以吗？我照镜子，好像不行呢。我行吗？这样做值得吗？这些不是从神来的话，会在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会出现。但神要我们交托，是吗？我们常常为一个人，听到一个人的困难好大哦，我只能说：哎呀，你要交托上帝啦，要交托神啦。但亲爱大家，交托绝对不是一个再见，下次再见，拜拜，属灵的再见话，不是。交托给神也不是做懒惰的，交托给神也不是消极的、不积极、不面对，不是。它是一个过程。什么过程？一个真正使自己能够心安定下来的，使自己的心可以在神的面前沉静下来，看看自己怎么了。我跟神立约的这个上帝是什么？我这个人是什么？所以我们恐怕这个交托跟这个人有一个旅程，就是我们要承认这件事情确实很担心、很紧张，确实我没有能力，甚至我觉得好糟糕。安静分辨，我现在到底是
生气，我好气那个人呢，我好气我的另外一半，我好气我的儿子，他们挑战我，我好气我的老板，我的同事。但是其实心里不是好气，心里可能是难过，可能是担心，没有安全感，着急。那么神要我们到他神面前，把我们的心安定下来。我自己这个情绪0到10分，我的生气到底有几分？如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我要赶快找人，找小组长，找区长，甚至找牧师，找属灵伙伴。现在最好的是我们可以共读的时间，我们共同祷告的时间，我们彼此担待，交托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不是祷告神站在我这边，让我可以告诉神我心里所求所想的，但神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意思就是可能不是你我想象的那个方向哦。我们是要一起有同伴来一起来分析什么样子是对的策略，而且有可能有损害，怎么样可以设下停损点，怎么样可以来防护墙。更重要是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有这个过程，我们就不会错过神要带领我们的方向，是吗？我们才不会一直往这里跑，坚持禁食祷告几天几夜，一直往前跑，因为神说这里不好，要你到这边，好吗？愿我们来交托。交托是什么？不是一个消极态度，而是我们要换一种态度，跟一个 passion， 我们年轻人说是 passion， 热情，来面对同样的事情，来跟神一起解决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崭新的学习，不一样的学习，跟过去不一样。我以前都这样，今天不一样了。这些是学校没教过的事，就像我们冬令营一样。这个过程虽然会让我们忐忑不安，但重要的是，不但把事情交给神，更重要的是把我们自己交给神，让我们随着神的 tempo， 随着神的方向，我们心意更新。今天的迦南之声挑战我们，因为今天的经文，神跟约书亚说：“今天我要使你成为影响力的领袖。”今天神要跟你跟我讲。但我们听到以后，我们愿意接受吗？我们愿意承担吗？崭新的开始。10点多的时候，可能有一群人一到教会第2场礼拜，可是他傻眼了。为什么？他明明遵循神说我要来礼拜天礼拜，但是我遇到什么困难？崭新的困难。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来看。踏上更高之地，我们这个迦南教会由牧师带的团队牧长们，我们为大家，特别是刚才那种困难的情况，走上更高的地方，7楼为大家预备。如果你有福音朋友，他们是爬不起来的年轻人，或者是小孩，很多小孩可能就爬不起来这个时间，那么踏上更高之地。那里我们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经验这位神崭新的挑战，当然也是崭新的赐福，崭新的应许跟我们崭新的行动，好不好？我们真的是随时每个人都是教会，阿妹吗？我去菜市场也可以是教会吗？阿妹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黄昏市场在苗栗公馆，
亲爱的弟兄姐妹，崭新的挑战，神挑战你跟我，今天要使你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在菜市场，只是听见一个人，他3天没吃饭，但他却3天不断喂他自己刚出生的小孩母奶。小孩有奶吃，但是这个妈妈没饭吃3天，只因为这个想法，黄昏市场就有一间教会。主也要因为你，给你一个激动跟挣扎，在那个地方就要成为教会，呼召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一位上帝，来相信可以有新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也愿意顺服新的挑战。说主，我愿意，主，因为你要成为我的力量，你要成为我的盼望。主啊，我不行，但你行。你行就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再一次到神的面前，我们立志。主啊，我相信你给我的新的身份，我再次认识这一位神。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回应诗。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焦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的喜我心里。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再一次说主啊，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再次立志，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你再次，你再次向我更新，你再次，你再次将我更新，再一次，你再次将我更新。再次更新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不是再次而已。主啊，我们今天回应诗我们唱了3次，因为很重要。但是主，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很重要，但是我们却错过；很重要，我们却做不到。主啊，你知道我们有崭新的懊恼，我们预估说够来呀。每一次牧师叫我们一立志，我们回去要做的事，但我都会有新的崭新的挫折，算了吧，为了不挫折，算了吧。亲爱弟兄姐妹，你的算了吧，主都算进去了。他知道我们有多少能耐，他知道我们的心，也知道我们立志行善由得了我们，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需要的是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做的是我们人能做的，我们人不能做的，我们要交给这位凡事都能的主来做，好不好？音乐牧师来邀请你，我们今天立志，主在新的崭新的一年，至少我要每一天读你的话或听你的话，至少从迦南之声，我们大家共同来读神的话，我们共同来祈求主你的灵，因为约书亚其实就是一个共同一同。主，你启示我们牧者来读约书亚记，不是枉然，是你要与我们共同一同来经历神，你来建立我们，使我们经历那崭新的经历，经验是我们没有经验到的，就是原来我行，因为主你是行的主，你可行，主啊，你凡事都行，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哪有不行呢？谢谢主，你激动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做了决定，主，你知道，你听见了，你也对我们说，孩子放心，交托放手去做吧，时时回来祷告神，我与你同在。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凡耳听见愿意相信，以及我们所关心带祷的家人，还没信主的跟福音朋友，使他们也要得救，因为主应许人人都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失落，只要我们愿意，因为主的爱成为我们一生一世倚靠的根据，使我们全能得着医治，使我们可以跟人跟神来互合，使我们生命中有最大的支持，以及在决定中的引导。亲爱的圣灵，随着我们回去到社区，到家里，在工作的地方，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成为光，成为盐，我们都要成为教会，呼召人来跟随你的地方，使我们平安喜乐，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天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天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看见新的家，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再一次拍掌，将荣耀归我们主啊！他要将平安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祝福。我们的礼拜就到这边，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请坐。